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有一首台语歌，歌名是《台北迎新红》。另外，咱新闻逐工拢会报道府城台南的新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城，读四野城第五条。读城这是读鼻音。台语字典解释讲，城就是人所住住集的所在，咱讲是城内、城市、府城，抑佫有京城、城门等等。这里文音读做城，像咱讲城隍、城隍爷，咱就会读文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城市，嘛会当讲是都市，又是工商较发达的所在，人口集中的所在，一般拢是附近区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甲流行的中心。咱知影讲，1989年一出出名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，伫33冬后今年，搁再出高画质4K 数位版。第二个词读做城隍，这本地意思是城甲护城河。咱即马讲的是守护城的神，嘛是管亡魂的业务，嘛是咱民间一个重要的信仰。咱讲是城隍爷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宗教甲文化拢是研究过去历史重要的领域。像讲为城隍的信仰，会当看出过去城市发展的历史甲景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城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